好，来继续来看美国的总统拜登，伊的后生亨特因为联邦枪击甲税务犯罪，是美国第一个封判有罪在位总统的后生。拜登进前一直讲，伊落任进前绝对袂来特赦伊的后生，结果伊昨签署着特赦令咯。拜登讲，伊的后生从无公正来起诉，伊身为一个爸爸甲总统，做出这款的决定，希望美国民众会当理解。Today, I signed a pardon for my son Hunter. From the day I took office, I said I would not interfere with the Justice Department's decision making, and I kept my word, even as I watched my son being selectively and unfairly prosecuted. 美国总统拜登搁伫咧声明中指出，伊相信司法制度，不过当伊还搁咧想要安怎处理这件代志的时，伊嘛相信已经牵涉到政治，致使司法不公。伊讲希望美国民众会当理解，伊做一个老爸甲总统是安怎会做出这款决定。Have you ruled out a pardon for your son? Yes. 拜登把表态这届被特赦第二后生 Hunter。2024年6月 ，Hunter 因为伫食毒期间违法买枪，获得Delaware的法院裁定3项刑事罪名成立。当时拜登就讲会遵照陪审团的决定，被特赦后生。白宫的发言人嘛重申拜登被特赦 Hunter， 不过即马态度大转变，引发着争议。另外，拜登的这项赦免是全面而且无条件的，就算后任总统 Trump 上任，伊嘛无权来撤销这项特赦。Trump 就伫咧家己的社群平台po文骂讲拜登这是咧乌白用权力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